心中性的力量，或者功德来说，伊话讲不是功德哦，咱是建立事业，汉字做观念是来说，人生来说就是修炼来说，所以以先做咱们来说，复修一定哦，已经不能先做哦，但我读书哦，所谓修炼的这意思，伊讲是跟这是也就所成来哦，所讲哦，从医本法，医来到家呢哦，大概呢，哦，也才不给出来，所以不给的来讲啊，我本来就错，我是印度来教人中原，来教人中原，哦，那这普遍中原，传是个救命性，我来传这哦，修炼的这个修法，是要救了这个地脉众生，哦，所以要救了这个地脉，唔当修炼的地脉，所以我系我呀，三灰法开光，开我的高妙去了，就是讲伊但我都是一个人来传哦，伊但我都是家己来成功去做哦，大道去做，甲风景无做，教会做多难做哦，所以开开出来，但我们对我但我都是过程，所以我做来考家，一定结束哦，所以讲结构是人前来考家做这个课程200万年，做这证明可能讲，你若真正来修，真正去结法一定等于，所以结构是人前来想。虽然这个大会的个人当中，但一定爱尽力来修，不是上面讲的话是真正说出来的事情，哦，可能可以有做多经，可以入经，速达中庸，并且伊个尽力来修，经往经特别经，伊个尽力来修，逐渐难得现的。哦，所以了解这段时间，我是这样讲，空间员工努力上工业，哦，他其实是不也好，有钱5分钟来不也到，人不低不稳，不也关注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就得了，爱时来分析，时来分析，是看见见，是讲出咱的自信，哦，咱就做他哦。安尼咱一段时间了解了咱心的问题，不一定哦。这就先期了嘛，哦，目标了就要，咱就啥，当然这是心理的任务。所以讲，哦，有钱5分钟来不到，第二是工作啦，第二工业，第二是工作，咱就是欢喜，笑出声来，也就是心的欢喜。人不对你不可以关注哦，修行都是在个人的生意来做，唔是这样讲哦，你做我好做，这是表面的，哦，是表面的，所以讲呢，这一点，这一点做不快，修唔是这样的，自然不快，啊，你讲，那么读书来讲呢，来传这生活。是要救命来赚钱，所以历代通到第5代祖书，了后到第6代玉祖，哦，到来做出传5代，他们本身6代，所以我一花开5叶了，哦，这个3门都在传，这个2个，哦，这个1都在传哦，所以到家大家了解，就逐渐的想能力，虽然这个。嘛是经过这真正来做来修，唔是做一个经历，做一个坚持，做一个功夫。好，我讲中国个很多老师，哦，感觉现在看到，比如啊，成功之道，感觉现在看到，啊，感觉办不得可以，但我都是讲过，你办不得
伊唔难做个自己在讲经济上面去无对啦，经济上面无对，但是今日这个大道咱金有德，所以咱金古典经典来写大道，所以呢，有种咱学嘅手工，地主家对会这些嘅爱讲嘅手工，对好嘅讲起，对好嘅讲起，所以係姊妹，咱學經典，好啦想貴，精準來實現，講為人我哋不掉毛，不用高精先，不是講這三講起來三條件，就咱自己來寫物件是要想的，安尼咱可以找講嘅。人講對自己的話好，對自己的話好是這講的，就真正來做得個修養，一點愛對性嘅話來講，對性哪個啲話我們啲，對性哪個，那做唔出來，我們咁做出嚟就這一樣，所以呢，咱來當年輕來做，這個是真相，後日大個事呢，一定係事啊，唔係。是就是真嘅，是就是真嘅。你看，第二個大規個規有來，對不起，這邊先寫點點嘅話，咱就寫個規，有來這邊對不起。第二個嘅規呢，唔是這個規呢，不是這個規。這是形容咱嘅主線，有來對不起。有來料理，哪裡嘅這東西，是不是？是無別，像別個就講，別個咱人真世間唔長心，敢若重視這外場，重視這名利恩愛，重視咱是咁講。這兩人修話是在講什麼的？迄個財產唔是幾億年呢，唔是幾十億呢，都是幾百億、幾千億呢。是話都唔講要，所以咱這相關情況，在來做事嘅話，是以前經常看的，但係現在看哪裡嘛，是看得到的，一樣。然後後面就在這種後來。大家都相處過，然後當你企業嘅後台，大家都事呢，我做嘅，伊也要做總裁，伊也要做會，伊也要監管隊嘅，伊也要可能就講，我自己過去做一條去發嘅，伊也要管，伊也要做，同佢哋講法。現在管大咗嘅，睇嚟呀，我睇那個想法，所以當來修行一定相重要。所以叫我們各位來講，修嘅藝術唔可以用小天地在無限起義。起碼咱一定要了解，未使不了解這物件，咱若不了解這物件，咱這都都攏係假，所以，咱根本是難講，咁咱就這了，愛，應用是氣，但真正係了解，真正氣嘅重要，所以必須要了解，這是真實在來講，因為法律只是教育現實一樣，因為這個大國做出實驗到來教人用完。一定係非常唔一樣，來用小學，是常信不一樣，現在一年又是信經順這個人啊，伊講經過一段時間，叫我學到期間，你的信心都不在，信心都不在。其實，來甲其他人就都不是啥物事，從起碼12倍。毛20年毛看到你啊！咱再講袂出來，
知袂做，知哦，知影做人是可爱，真正是可爱。但是呢，这个脾气毛病改变，年纪来看袂开，只有这个东西。就安尼做，安尼做，安尼做。程度上阶段讲，殊不可方面心中以得万，人于一心会中，属于何以为万？人达到咱的极限。唔是这本书原名呢，拜托，这是机会，咱唔能变，唔是这本书的小名呢，咱唔能想。伊讲书不可方言，因为这个是这种你现在的，一直就是根据你的书信嘛。咱比赛不方便在里面，人中是得万。人在我中嘅波动呢，人当中去做上升呢，我做人去做上升，我就去做上升。即咱人来去做上升。唔使再讲讲，咱这个人只愿比赛无方向咱的钱，因为钱是咱的积蓄，所以有担路做大。这个物件不简单是咱，有嘢嘅物件不咱，咱担路话来用人叫人来跟我用跑车来跑，用轿车来跑，但这是我们的无言超越。伊讲是有意义不一样，达到这样是基本上讲我这回啊，我这回啦，你去做，这经做很好，数以可以为完，大事，我们但是你家里，一行的真正已经差不多了。伊阿个很多东西澳洲的国家就进来了，在这个皇帝都是这国有的喜爱在一起，逐渐然后给咱明白，我不能讲，你若去抗议，无人遐代志，人们来做办法，你们有很多是这国有的，虽然很辛苦，咱这个了解，比赛我了解，但是在国家已经用让信经顺切的人。大概这些道理了解是了解清，拢了解真正的心的先见经验，会出现了问题方法，对我对你有怀疑啊，不应该说，感觉是什么？讲你对我应该是无怀疑的，不点问题啊，一定无怀疑讲，我一定是所以多有进步呢，开始做新闻了，开始做一些大学的方面，奉献一年多年现金，红发大叔甚至咱到其他这个经济，拢我做谈去现金，去做这行为甚至呢，红发的大叔，因就让我同志了，很欣慰。我跟住下咗讲，我哋要做啦。是什么原因？唔敢讲出来，唔敢做出来。所以想，咱有呢个方法，而且对这方法的代数，咱做了卡回去，虽然这边有必有情有用，有必所必行。这用的是这个经济，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三大点，我觉得军事诸户田的平，这是我觉得三大点必行用，有必为咱得不为咱，咱这奥量今天是咱这中心点，用的是啥？了解了后，咱自己来去做。用起来所以呢，这个讲你能不能先进去方法这些代数因为方面不了，
因大家呢应该爱有了这个出去方向这个法啦，如何咧？讲起大家看到，咱爱先做人，先做日子，爱大家斗叫，大家斗叫来先做钱，然后做钱嘛好啊，学出来，人得天分啦，人生无永远的啦，人生无永远，你看想，已经过年啦，我自己要来啊，这两天都是这样啊，春天过了，一年数过就过一回啊，再过一季，我这过了，这个看落来啊，这个看来，中秋节来了，人讲年是中秋，月是圆，生意是白嘛，这属于个代志，一年中秋哪了？差不多镜子，差不多了，这个，所以呢，连读书，咱能够每一天我都能成就，一直爱为了奉这代，弘扬这个文化，这个代数，来为这来努力，不可以以我起前端，不可为这以我来起前端，唔能要一般这样咖啡来起前端。咱头咧头咧分，威廉大叔约威廉，叫约着了，威廉威廉大叔用伊咧这个咖啡拿去就好听，依然一直影片，这个威廉呢，威廉还要打这个结构呢，这个简单，这样的关系。咱呀也是经常讲讲用讲，我是为法来，我不是为不来，所以为了大家比赛，大家讲讲你若是为法来，你若为法来，你就卖想以外，但心爱变见的话，也有办法，所以为了来说，大家变。所以起码，咱来了解，大家都会笑，大家都会笑的，一点咖啡，我用要记得想中创造什么来说，在边自修记录是，咱来了解，原来是个来讲，你若要跟咱怎么来说，来呢，有自己修这个记录。记录是表示这真理真来的，也表示要依法不能再传，表示讲这依甲话来，袂使搁再传来啦。所以伊的结果是讲，我来动土的本意是为了传授佛法，救度未来的有情众生。而且就印度来。来到咱东湾、咱中原的本意是要来传授这个佛法，救度这未来的人之外，这有情的众生，以一花开五片，一条一花，大花无会显出来，所以这个艺术学习，但我只要有五代传授依法，就是二祖到六祖这五代，然后佛法。就当有钱，比方教育要做人多数，成功的人足多，最成功的人拿过来，见人拿过来，所以呢，伊讲拿来到这个，到六祖的这个佛法，已经带领起来，就带领他一样，所以跟着道理啊，书佛法。诸神地神定定各国成仙，天魔说法，若一成就中地，殊得一生三昧，一年三昧，若无一切处，亦不出相，无必相标，不先天爱，也不出相，不良理念，显怀定数，安含为真，西游当变，出名一生三昧。
要做大师，要做大师，咱都家己将来就只咪讲，善知识到遐伊唔敢讲，大众啊，拢无落去就是一个善知识，就是讲得到了后，大家拢有去修持，到有一个境界，到一个境界，你见各国人生，恁大家心卖都有十点境界，就是无十点，从这个心十点拢嘛报开去，听我说话大家听我讲。若得成就中地，你若要成就是个分，它就将来地位输得一上三昧，爱达到一心不断的境界，爱达到一心不断的境界，一行三昧，嘛是境界的当中，袂使换，袂使妄想，袂使妄想，伫行的当中袂使乱，在上的当中，在心的当中，袂使乱，将一切处而不住相。你若是一切，不论是什么地点，不论什么情况，你拢能自己相。所以讲，凡所有相皆是无，就见诸相为相，即见出来啊。表示讲，你一切处而不住相，就见诸相为相。你若见诸相，见物件了咯，这拢是假。安尼才是真在咱地无出来，安尼才咱到一上三昧。所以这个一切处不住相，会使住一切现象。凡所有相皆是无的，这拢是假。有比上中不心情爱，亦无处相。甚至呢，世间的一切相中，你袂先就讲，这项我唔爱啦，这项我足讨厌，这项我足爱啦，这项我袂啦，我袂得啦，这项我唔爱啦，你当然干啦，全是不良语言，先坏因素，也不良语言也相反，这样无论以前安排。你的心的心健康，真正的前冠威的叫做使用难变，使用难变。所有的切境，你拢不会用到的外，看他可以做平淡的，甚至呢，无什么结构的讲出来，看做平淡。这个就是上三昧，无去不良气，无去见钱气就对了。所以咱来了解咱来人世间，多是多相，大家拢是在晓得健康不良气啊。所以这个角度是拢来看健康保护，这个人坏分，这个人坏分，咱自然得到。得到的不菩萨的所以我做的该做好，不是真心。这戒指也拢是心显出来啊！咱心若都心若不会规律，咱才会变；心若不会规律，咱才会变。了解，这前生来讲，要做在书讲这个都在讲。各位善知识，你免个人先自见自心，恁即摆心诚实到转来，慢慢上以外代志，点听我讲过来，就做来做这个呢。真我这个讲地位啊，你莫上当啊上歹，既然是安置，以前在教会上啊，伊都上出来讲话，嘛袂得认真啊。分清气都听无啊，所以大家先自见自心，再听我说法。自见你的心来听我说法，大家可以，别人不能这样子。如果要成就佛，一切地你成就佛，一切中地，没有佛，相
道上讲，我的地位必须要明辨通达一向的山脉，必须要明辨，但是这个通，唔通是个本来个阻碍，咱我的通达标，所以这一向山脉甲一线山脉，你来了解，我讲明听，你来了解。是无论在何时何地，都不必外向所决定。就讲你无论是何时、什么时阵、什么地点，都是由外向所决定。你若要做就这，无是就这外向来决定，安尼咱就心就会来，心就会受力。也都是着外向力量去建立培养这个心，这样喜爱外面这个心，喜爱东西是外面的力量，喜爱呢会令咱无对，但是咱若了解人就要了解，咱若无了解人，心就要了解啦，心就要了解，心若要了解，咱就唔知去学啦。是有什么物件，都是什么物件，不先前我是什么物件，我不知道，咱就唔知啦。咱唔知啦，行不出来，做不出来。政府气象要降低用，政达咱未使社会爱的这个降低的这个结果，也不想为这下去的心，那未使有人讲，我对爱这款下去，我唔係說，我唔係這樣心的下去，空氣嚟講啦，講不是科學隨一邊技術會危險，講好嘅人當然呢，所以結婚也喺度呢邊嚟講嘅講愛。伊讲好嘅，那就到我也俾来向那边，我们来也所以咱了解，不要一再暴露语言，这是先讲就是来，但是呢，先甲当的自行分配高调，什么代志都对自行起用，安尼咱就会去一再。暴露讲，什么是语言，什么是理甲心，或者什么是成功甲失败，咱后在修炼，现物件哪像讲对咱拢无重要，世间有通讲，好啦，现物件拢对咱无重要，对事对物要安然自得，对事甲对物，咱爱看开咧。安尼呢，咱就家己对，发现贪念，无挂碍，心爱钱，爱着简单平平，这情下，咱就看落来，已经起怀就讲，咱的心爱放大，咱心就爱散好安尼，宽容无爱，真宽容无受阻碍。当变眼前，当变眼前，后面今天伊个大讲啊，伊讲对当变为眼前，为眼前为地外，爱当变打当眼前，有眼前才快，所以呢，当变眼前的心，这叫做一。上三万，所以加我呢，加做一个参考，有一个